不過昨日傍晚大停電，筷子基、青洲同埋黑沙環一帶超過2萬戶受到影響。街總北區辦事處約見電力公司，要求佢哋解釋事件，以及對受影響嘅商戶作出賠償。電力公司代表包括行政總裁魏立文到街總北區辦事處，向中心主任同埋居民代表進一步講解停電事件。魏立文話：變電站發生短路嘅情況並唔常見，今次只係屬於個別事件，而電力公司有計劃喺今年為舊式嘅電線作更換。今年嚟講咧，我哋公司應該會有一個計劃去進行咧，就係一啲舊嘅線咧，我哋會盡量會更新。一啲喺舊嘅區啊，年超過20-30年啊，一啲我相信澳門而家仍然係有唔少嘅地區或者地方有啲咁嘅情況出現。而街總北區辦事處就話，區內嘅居民相當擔心，踏入夏季係用電嘅高峰期，相似嘅情況可能會再出現。希望佢哋咧成立一個小組咧，去一啲嘅殘舊嘅樓宇啊、低層嘅樓宇啊，即係譬如20-30年嘅嗰啲樓宇咧，去做一個對佢哋嘅供電嘅系統咧一個全面嘅檢查啦。咁講翻最近嘅咧，就係頭先，其實咧我都建議佢係話，就今次嘅事件嚟講咧，佢哋都有一個責任咧，去關心翻受影響嘅居民啊、商號啊嗰啲㗎。即係你作為一個營商盈利嘅一個公司咧，其實佢哋一個責任咧，都係會嗰個服務翻我哋澳門嘅居民咯。電力公司喺星期一下晝6點33分第一次接報澳北變電站入面嘅中壓配電火牛發生短路，引致筷子基、青洲同埋黑沙環一帶供電中斷，受影響嘅客戶超過2萬，約佔澳電客戶比例嘅1/10，而供水服務亦都被殃及。青洲水廠受停電影響，一度暫停運作。